咩事啊？你係邊個啊？發生咩事啊？唔好俾你講，快啲啊！入去啊！啊！哇！你唔好指住我先得㗎！快啲啊！啊！嗰邊啊！啊！啊！師傅到未啊？發現目標位置。我哋行動代號中原地產。報告長官，收到可靠嘅線報，有疑犯捉咗郭氏嘅千金小姐入呢間銀主別墅入邊。目標佔地2429尺，4房4套，2層樓高，加埋一個天台，未知疑犯收埋佢喺邊個位置。而綁匪要求贖金2080萬，而家立即進行拯救行動。現在進入客廳位置。Go！設喺廚房，廚房 clear， 工人房 clear， 飯廳位置。OK， 睇埋個花園，呢個花園佔地面積518尺。Clear， 安全。報告長官，而家準備上2樓。好熱啊！我要開冷氣啊！我頸渴啦，我肚餓啊諗住先啦。 ！What？ 維他，我要飲農夫山泉啊！你夠唔夠經費啊？食完先啦。有冇煙肉啊？食懵你啊！上到嚟1樓位置，有2間套房，先睇右手邊嗰間先。Clear。再睇埋景觀，景觀呢度可以望翻個泳池，小飲晒吧啊！我哋睇埋個廁所，廁所 clear。再去埋1樓嘅另外一間套房，呢度有個偏廳位置啊，安全。有一系列嘅衣櫃，安全。廁所都安全。OK， 呢一層冇人知，我哋繼續上2樓。喂，發現敵人。OK， 追擊疑犯，而家上2樓位置。消息指啊，2樓仲有2間套房。呢個位置未見疑犯。報告長官，首先去右手邊嗰間套房。呢間套房有個露台啊，個設計係 BB 房嘅概念。而呢邊景觀咧都可以望翻個泳池。我哋睇埋個浴室，浴室冇人安全。最後一間套房，好大可能疑犯喺入邊。發現疑犯紅人質，食麵包，好鬼快啊！疑犯已經解決，而家搜埋其他地方有冇其他可疑人物？哇，係好大個衣帽間啊！呢個主人套房，睇埋個廁所，5件套嘅設計，乾濕分離啊，有窗啊。OK， 目標疑犯已經解決晒，人質。我話俾你聽，啲伙食得好唔掂。哇！呢度仲有個天台㗎，成567尺。不過你下次手腳可唔可以快少少啊？呢度都可以開下 party 嘅，但係啲伙食真係好唔掂啊。如果中意呢間屋嘅話，歡迎過嚟參觀。拜拜。